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12月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台南市的环保顶面一直是全国模范生，其中资源回收竟是连续7档拿下全国科学金奖，相当不简单。同时为了持续推动低碳城市的目标，透过国际论坛，也希望吸收各国的经验作为市政参考。会中包括市府、下属单位、产业代表以及德国在台协会等领域专家，拢共同参与这摆国际论坛。会中副市长张正元应邀致辞表示，台南作为南部低碳示范城市，除了推动影响低碳目标明确，更加工业技术研究院以及民间的企业合作，打造热能科学城等等，拢是行动力，不是口号。我们在去年。我们也是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大型资源的回收站。我们跟量贩店合作，请这个 Cigarette 公司来提供这样一个大型回收站，也是我们首创。这就是用行动来代表我们的决心。那我们也谈谈未来事。未来呢，中央政府已经把沙能绿能科学城这样子一个重大的国家发展计划决定要落脚在台南。未来的这个科学城呢，会以循环经济的概念来进行设计，也是我们跟低碳城市呢一起来结合努力，全力打造台南成为绿色智慧的生态城市。台南虽然有具体明确环保政策，不过透过各界专家伫循环经济国际交流，马基台成为日后市政规划重要参考。电新闻顾问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选举的消息。林德区长郭宏仪联合上午选伫林德太子庙前举办参选议员的第一场造势，会中主要立委王定宇甲陈廷辉到场支持。甲区长交情真好的艺人郭子乾嘛特别揽下，欢迎台北市长郭文铁来徛台相挺。一路为公所基站打拼做到区长的林德区区长郭宏仪，为了替故乡做出更加多贡献，宣布将投入后一届议员选举，画出新风红不浪，在地以上赞的口号，伊着在地主题身份。将用上界专业的角度为在地乡亲发声。2号上午，伫林德太子庙民职公头前举行第一场造势活动。因为咧当面咱公职20几年来，对咱地方足侪寄望。即个有这个机会，我嘛足想要讲，借着咱有更较大、扩大范围来服务。过去伫27年来，伫林德的服务。每一项代志尽心尽力，但是伫未来，如果咱这乡亲互我有这个机会，我会当把这个能力、甲这个热情，甲咱奉献到咱所有咱新隆区咱这所有乡亲来做更加多代志，拍拼更加大项的代志。除了立法委员王定宇、甲陈廷辉到场相挺，今年佫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意外现身，来为郭宏仪加油打气。不过事实上，这个柯文哲其实是甲区长交情非常好的艺人郭子乾所创办的。除了以着好朋友的身份南下支持，趣味的模仿桥段，也互造势现场充满了笑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3号选伫维馆大楼进前举行演空奥运会成立大会，由陈建兴医师担任奥运会长，大楼受灾户陈医师担任顾问团团长，共同宣誓要为演空拍拼。台南市长参选人颜顺泽3号伫永康区永大路维馆大楼进前举行永康奥运会成立大会，
现场吸引超过500名热情的乡亲到场支持。颜顺泽表示，伊若是当选之后，眼眶将会依照30万的人口做规划建设，改善当地交通。未来眼眶泡好成立之后，也会起一座15公顷的绿地公园。未来永康这个地方未来我们是以30万人口的规划，在这个地方的城市来做一个规划。这个地方未来有很便利的交通，包括铁路地下完之后，上面的40米会建立一个大道。那未来这个地方炮校迁离之后，有一个15公顷的绿地公园，会让永康的人民呢，不只是有都市的方便，而且有很多绿地空间可以享受那当然这个地方的教育的一个普及性。那种种呢，我想永康未来它包括这个沿航国中的一个开发案，一定会继续在进行所以我想我们会根据每个地方不同，给他不同的政见，给他不同的一个愿景。针对台南市民上界关心的房屋税问题，颜顺泽表示，听到来自基层的声音，未来当选台南市长将会针对房屋税做调整。并且提到长照政策，将补助住在安养中心的长辈每个月6000块，加强毒品政策的实施，创造更加美好的大台南。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另外，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为何更较侪乡亲会当明白伊，特别推出形象短片，主要要让市民看起文情以外一面，嘛希望加速乡亲建立大台南的幸福社区。耶鲁大学的校训是 "Lux et Veritas"， 意思是光明与真。哈佛大学的校训是 "Veritas"， 这个全新的形象短片，是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为了让更加侪台南乡亲会当熟悉伊，所特别推出的，希望透过影片，让市民看到伊感性的一面，希望甲所有台南乡亲做伙建立幼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长的大台南幸福社区。其实 CF 带就是传达一个理念，就是说，尤其是第一支，就向选民介绍我自己。即便我们好像已经担任民意代表一段时间了，感觉起来好像市民都会认识我们。可是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必须慎重其事，从零开始。尤其我过去来自台南县，就台南县在台南市可以说是要向台南市的市民来介绍我自己。那台南县的县民呢，因为我过去因为立委分5区，那除了我的选区以外，还是有一些新的比较陌生的面孔，所以对他们来讲我是陌生的，所以由从零开始，从我过去的就学求学，从我过去的这个所谓的立委的简单简短，短短在50秒。50几秒的这个时间内向选民介绍，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基本的形象的营造。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拍的美美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我不修片，尤其我们吃肉包的样子其实没有修的样。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算是一个用一个影音民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发表会也邀请到柯希勇、邱时和，带了死者1个月大的小柯希做伙出席。因为邱时和无法度搁再饲养，已经饲了几10天的柯希，在黄伟哲协助处理之下，总算找到下门的新饲主。在柯希离开之前，黄伟哲灌了100片的沙白鱼刀，亲身来甲因吃。恐慌的表情是影片当中的一大亮点。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黄伟哲。因为也一定参选台南市长说明会3号来到东区和平里活动中心，会长除了甲民众座谈博感情，会长嘛伊会说明伊选市长具体政见。台南市长参选人叶宜丁3号下晡伫东区和平里活动中心举办第16場參選說明會，現場來了濟濟民眾，希望了解葉宜丁的政見。葉宜丁除了向市民介紹伊的育兒政策，也表示如果當選，將會向着澳洲招商，利用台灣的優勢，促進台南的經濟發展。希望會當來招商，要來倒招商，來澳洲招商，
谁啊来澳洲招商？咱台南有啥物？凭啥物要人讲澳洲招商？我甲你报告，因为咱和澳洲相像，税金关税相像，咱叫做 WTO 的会员国。咱是 WTO 的会员国，所以咱和澳洲的关税是相像的。澳洲人啦来咱遮来咱台南来遮投资，伊要物件销去贵的东南亚的税金，和伊为澳洲销去东南亚的税金是相像的，所以咱就甲招讲来我遮，你省足侪运输的费用。来，阮台南，阮土地比北部、比新竹、比桃园、比台北、比高雄加足俗的。咱有较俗的土地，咱有较好的人。台湾的劳工的水准，我感觉规个亚洲吼，敢若输日本尔。敢若劳工的品质咯，白白安尼做工人的品质，咱伫澳洲算前段班的。所以咱来甲招商是真有愿望的。伫说明会现场，竞选团队准备了政见文宣，以着科技传统城乡共用的口号，期待打造全方位大台南。会中叶宜丁也甲支持者一一握手致谢。最后，叶宜丁更加讲到，伊伫个选举的时阵，真少开支票。但是即届伊提出的文宣，就是伊的支票。如果伊当选，一定会实现点名的政策。咱的新闻郭国义采访报道。为了东区的购物中心迎接今年圣诞节，特别打造7米高的加菲猫主题圣诞树。伊和暗时由集团董事长加市长李梦燕等一个贵宾共同点灯，现场温馨热烈。I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These vagabond shoes far along Manchester. 伫舞台顶精彩表演开场之后，这桩7米高的加菲猫主题圣诞树，由代理市长李梦燕、集团董事长侯伯明。也有议员黄佩娥等贵宾共同点灯之下，正式揭开序幕。今年依着泡泡雪，营造浪漫的氛围，吸引侪侪民众小齐来翕相。是圣诞的气氛，圣诞的音乐在我们的身边就会响起。那我想，圣诞节是一个虽然是一个宗教的节日，但是呢，在台湾，在全世界已经变成是一个充满爱、充满关心，也就是说是一个全家团聚，关怀你身边的家人，关怀你身边有弱势、有需要协助的人，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节日。好，那我想在圣诞节的点灯，也是象征我们点亮一个光明，在这个寒风中点亮一个温暖，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充满着爱心跟关怀。为了让6岁孩童也当欢度圣诞节，南方购物中心特别伫点灯活动进前，向民众募集100组爱心纸麋鹿礼盒送款。董事长侯伯明当场宣布，加捐赠10万块，予随和一直中心甲台湾世界展望会，希望吸引侪侪民众做回来做爱心。第一次，我们购物中心来搭配这个社会的回馈，对瑞富一些社会展望会的回馈，只是说让社会大家更了解社会需要的人很多，我们只是个抛砖引玉，来做这个领头羊，陆续我们集团南纺集团南纺购物中心又有爱心的购物中心会继续回馈社会，救助弱势。这届甲美国知名网家人物加菲猫合作，除了7米高的加菲猫主题圣诞树以外，馆内馆外也有侪侪加菲猫的装饰，等待粉丝前来翕相雕像。电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这个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伫南区的四群新龙山市联合举行第二届清水造书文化节，上午先伫生活笔下间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除了共同探讨清水造书的文化，嘛接触华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是伫了解台南的庙宇信仰。三档一届清水造书文化节迈入第二届，由台湾清水造书文化交流协会、台湾四群新龙山市。也有安溪清水岩驻台办事处联合主办。2号上午，先伫生活美学馆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印尼侪国家，希望予来自世界各地与会者会当更加了解清水造书信仰文化。这届邀请到咱国外加到咱大陆对岸遐尔侪。这个龙山，一个咱的清水造书，这信仰的这主委甲这领导者来到这开这边的研讨会，大家足踊跃啦，踊跃。尤其咱国内嘛几了10间的庙宇，清水造书的庙宇来，这主委拢来踊跃来参加。那么，咱今仔沿岸，阁有这大聚餐的会餐。也有真侪人大家包括主要互因来看到咱台南市普渡文化。这届文化节大好选伫四群新龙山市的高背景庙宇南昌保安宫做一动力。龙山市特别伫个地方设立大型普渡大占卜，现场阁来了侪议员做伙参与。庙方也邀请彭恰恰甲许孝顺。所领军的铁西亮光乐团到四群新龙山市庙前广场来表演造型。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卫生局为了加强今日的食品安全稽查检验以及提高这防治创新作为，上午以成果发表会形式向市民报告。会中卫生局长也表示，为了扩大为食品安全把关，明年1月1号开始将设立检验中心。自从爆发食品安全危机以后，市府卫生局除了自行检验高达9%的比例，替民众严格把关，嘛针对漂白剂、二氧化硫，或是杀菌剂、过氧化氢等等，免费提供 DIY 试剂给民众以外，同时卫生局长嘛表示，市府已经投入2000万的预算，明年1月1号更将检验科要扩大为检验中心，会当跨局处进行合作。这个年节到的时阵呢，咱拢会提供这个试剂啦吼，包括这拢免费的吼，甚至咱这个教育局有那学校咱那互因有这个用自主检验这个部分啦吼。二氧化硫大概咱年节到拢有足济叫做毋是迄个金针啦吼，金针为着要互伊较鲜艳吼，伊有当时会经过迄个二氧化硫的处理。无伊呢，伊就较袂去乌度去安尼啦吼。所以这会使等于大家呢，若较大量的当然经过呢检验的部分会较正确。其他呢也有啦吼，像过氧化氢的检验啦吼，这咱卫生局检验科呢拢有咱咧在做。阮也踮遮呢，甲大家预告一下，就是讲明年1月初了，咱这个检验科呢，可能会甲扩大变检验中心啦吼，这阮也是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政策。另外，卫生局嘛委外制作是按台南的平台推出相关食品安全资讯甲活动，也有优良店家推荐，让民众买得放心，食得安心。台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
已经举办第8摆当季兰花大展，今日由议会甲台南市兰艺协会主办，在2月8号到10号将伫5园艺文中心开展。到时都要展出各式各样的兰花，嘛包括兰花相关的文创纪念品，比如兰花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台南市兰艺协会理事长叶玉芝向议长罗美惠甲议员王景德一一介绍兰花的相关产品。强调兰花除了单纯欣赏以外，也会当开发作为台湾的文创商品，互介意兰花的朋友会当甲兰花更较接近，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同时，也为今年当季兰花大展来提前宣传。今仔日咱来纪念着这个2017一长杯兰花大展记者会，这已经是咱台南市5月第8次的举行。那在每一次的花展之中，都获得大家很好的好评。同时呢，我们今年更加的结合过去所展演出来的已经各改以商品化、文创的商品，开发的非常的多咱这个兰展已经几6档，拢受到咱赖院长真赞赏因为伊咧展览的时拢结合文化艺术甲这个文创，安尼来咧推动表示讲。咱台南市兰艺协会这理监事大家拢真用心啦大家对这城市嘛真用心咧做啦台南市兰艺协会所展的这个花跟一般的兰展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在育种者育出美丽的品种之下，台南市兰艺协会非常多优秀的理监事跟兰友们，他们会把这个花一直的栽种到。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叫兰艺协会，我们不是产销协会，所以我们的花是可以经过技术优雅化，所以你会看到28公分的加德利亚，28公分就快要1尺了嘞，1台尺。那这种花是需要一些，就像我们插花一样，它是要一些雕塑的艺术，那也只有在这样的兰展里面看得到。除了展场以外，理事长希望为室内到室外，整个台南拢会当是一个兰花城。所以今年的兰花大展，伫12月8号到10號3天，选伫5園藝文中心举辦，邀請民眾做陣來感受蘭花嘅美麗風景。但新聞加上王子豪采訪報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晴风天气，温度18度到24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2月4號中間台南電視新聞，咱再會。